后来庆祝这个高雄港都100岁，高雄市政府准备93台的电动车，甲398支智慧型的手机啊。12月7日开始，连续1个月，大家拢会送出到大奖。只要到高雄使用200块的3倍券，或者是单笔的消费满500块，并发票来订入，都有机会抽到大奖。几啊排全新的电动机车停满伫咧广场，搁贴起来亲像伞同款，有几啊百支的新型智慧型手机啊！这是倒一间百货公司伫咧办周年庆。疯狂购物实时抽，全台最狂！这摆办周年庆的单位是高雄市府，主题是庆祝高雄满100岁，推出真厉害的奖项，有93台电动机车和398支智慧型机啊！来庆祝我们高雄市100周年，那也鼓励大家拿3倍券来高雄市消费。为12月1号开始，小连续1个月，逐天拢会抽电动机车和手机啊！若是伫咧高雄消费的民众，上加若是开200块的3倍券，或者是单笔消费满500，都有机会摕到大奖。消息公开，民众开始期待。我电动车的啊！一般来说都是抽手机，我没有看过抽机车的。就这摆活动刺激高雄消费市场，市府估计会带动几啊10亿的经济，嘛欢迎大家12月来港都观光，享受好食料理，新山抽大奖。